在地人在地前继续要来讲，农历的7月初7，七娘妈生。伫个台南，拢有一个特有的做16岁的民俗。今年有疫情，所以来取消，改做分流，互信众家己来拜七娘妈，甲做16岁。早起一透早，就有真侪家长带着囡仔来感谢神恩，同时嘛毋望囡仔会当更加捌代志。祭品袂使马虎，这是逐年拢会举办的做16岁台南开亮宫。因为举办拢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参加，即摆因为疫情影响，配合中央的防疫规定，庙方取消成年礼团体活动，改做分流，互信众会使家己经时间祭拜七娘妈，甲做16岁。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感谢神明的保庇。即摆即个防疫期间阮即摆全无用种个团拜啦，转互在迄个年生这16岁这囡仔，咱自由拜。然后希望以后就是希望七娘妈可以继续保佑孩子，以后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。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？就希望以后可以有好的成就。虽然庙方考虑疫情取消团体活动，不过整个仪式悠然遵照着传统科技，或者的少年人亲身体验做成年礼当大人的意义。当时伫完成科技了后，都已经是算大人啊。嘛讲这少年人好好学习，后盖会使为社会来贡献。